州部的这个皇帝皇帝，咱拢会用一个主日的名称放伫遮，互咱来看讲，到底这是什么主日安尼吼？教会教育事工的目的就是讲，要互咱来开阔，莫讲有一个有一个继承的观念继承的观念讲，主日咯就是遮的细囝、遮的囡仔，甲我无关系。教会教育。已经唔只干那缩小伫这细囝启蒙的教育，迄个信仰的基础的教育，教会教育是对1岁到100岁，大家人拢有份的。当咱要来学习圣经内面对旧约甲新约所学习到的咱伫这个。先来看到讲台湾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款的状态啦？台湾的教育什么款状态？咱最近上大的一个议题，什么议题呢？这个议题叫做高学历难民，大家听过无？高学历的难民啦，叫做高学历的难民。啥叫做高学历的难民呢？因为咱台湾对20年前开始公设大学，公设就是讲。这大学、遐大学，较早到咱台南都甲捌一间升东大学啦，听。即马有法度人寄出一半大学的名咱就爱送你奖品啦，咱最近也看到有的大学讲阮无爱做大学阮降价叫做专科就好。人是要闭关，伊咧上价，是安怎呢？学生无啦，搁来是安怎？学生毕业无头路。这是咱台湾所拄到一个教育的危机呢。咱的行政院主计处有统计，讲博士生毕业1年后，待业失业的比率悬到4.5%。也是讲我大学毕业博士但是呢，无有一个工课咧等我去年呢，咱的这个劳动部公布15到24岁青年失业的人数偌济呢？11.2万人，失业率。比一般其他的年岁更加悬，是偌济？12.12啦，100个有12个找无工课。所以若是用教育程度来讲，待业失业的失业率悬到14.79，高职失业的失业率较低，差不多9.08。这个问题拢是咱今日。台湾的社会所共同爱面对的问题，我会记得我读册的时代，大家讲我当然考大学无，有的人是有学历、有学识，但是无钱通考，无钱通读。所以我会记得是阮的迄个时代，足侪家庭经济无够，所以就讲我若会当互伊去读这个师专政府。降级伊学费，这优秀的学生无因为安尼无钱通读大学，有的是讲若安尼，阮的囡仔互伊去读军校，去读警察学校，这毋是讲因读册无够熬，无法度甲人一般考大学，是呢根本都无钱通去读。慢慢，后来是咱拢有够价的经济通读大学，但是呢，大学因为伤济，煞扣无学生。你反正讲时代30-40年来变化遐尼大，咱现在台湾的社会唔安尼尔定，因为这个高失业率所显示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咱的人才的供应甲需要已经失去平衡咱有时一身的学识无用武之地慢慢造成咱会想讲这现代囡仔哪会遐尼无出脱，咱千万只甲因见怪那千万只甲因讲，毋通搁加一点压力互伊。咱现在社会变做，咱讲宅男跟宅女靠霸主增加就对啦你想讲这是伊家己无认真，咱会记得这个社会环境所造成互因的。工课都10项，有15个要摕，这5个人要去倒位？所以呢，咱也知影讲，咱台湾搁加上外劳进到伫台湾的所在。基层的劳力的市场发展到欠工啦，要去
要去顶房屋的，要去搭营架的，要去讲拖水的，遐个做较粗重的，要去弄磅空的，工课无人要做。只有人头家要做事业啊，头家要生产啊，只好就去请外国人来帮忙。所以台湾一寡较中高阶的人才，因为无工课通做，产业转移。所以人才市场就大量来外移去啊！这拢是咱普遍看会到的情形。所以咱就会当拄到一个真深的思考啦，吼！讲是咱为何我这个时代的少年人，甲现在的少年人，是阮较巧，还是现在的少年人较巧？咱拢知影讲，这个比例拢差不多啦，吼，头脑吼，咱台湾人的聪明拢差不多啦。但是你要看到整个社会环境在变化。你原来你读的学习，到你毕业的时阵，可能你的专业已经无啥路用啊。有的是冷门的科技、科学，也是冷门的学问。你毕业的时阵发比做，哇，足欠啊欠人。所以咱能看见讲，专业的学习甲社会的需要有迄个无夹抓的所在。当咱做士大人，要安怎互细囝教育？所以你莫怪看到讲，现在的专科、现在的这职业学校又搁开始咧流行啊。因为发现讲，我摕到一个大学的文凭，因为遐侪人得到吼，迄个镀金量就无啊，吼，迄个大学文凭都无啥价值啦咧，现硕士、博士都无价值啦。即摆来看讲，有一阵咱台湾那个流行证照，哇，我几啊10张的证照，这个证照。你嘛都爱看讲你实力是安怎？我会记得我迄个时代吼，阮平湖人上界内行的就是掠鱼啦吼，掠鱼。有一站吼，阮遐的掠鱼人拢会笑这个少年囝讲你要掠鱼就去读册哦，唔免啦，就对我来尊敬就好啊。伊迄阵平湖应该上界流行的一间学校就是水产学校啊。这囡仔去读医疗科、养殖科。也是迄个机械科、航海科安尼吼，遐个有经验的掠鱼人讲唔免啦，对我来学就好啊。真正有影，有时学习甲入去船顶掠鱼是无共款的代志，但是唔通讲无啦。后来慢慢台湾吼，整个导航的科技去使用遐个仪器的科技，真正都爱专业。不过会通看去讲。才会练一个掠鱼，拢都爱专业甲实际，学术甲实际，搁较唔免讲。咱伫现代这个社会，真侪人拢咧敲吹讲，到底这个生命的历练，甲咱这场的营生有甚物款关系？若要讲起来，对伫现在咱台湾社会的状况，咱看见就讲，人意识的人。以色列人因咧教育的一个根基，对咱来讲是真有启示性。意思是犹太人的士大人，因对细汉开始，因教互细囝，毋是讲赶紧来读波波摸摸，赶紧来读 ABC， 赶紧来背99乘法表。伊先教伊讲，你要安怎生存？你要安怎伫这个社会生存会落去？第二，就是捌圣经、捌上帝，因为因知影讲，你会当生存，你会当有法度让家己生活，你才会当面对这个社会考验。所以，唔是靠着一个专业的生存，是我的生命历练。我因为捌上帝，我了解这个社会竞争，我会当随时应变。今仔这个工课袂使，我还阁有别项的办法。通互我生活，所以这犹太人的父母教细囝，对细汉就教伊安怎算数，教伊安怎算这金钱，教伊安怎去用一个物件去赚偌济，因为因知影伫迄个犹太人的社会，常常因为互世界各国来排斥，你无可能把你的财产带伫身躯边呢，你嘛无可能把你的事业放伫遮，你就永远伫咧呢。所以因先教这个囡仔有你的才调就对啦，有你的技术，你的能力伫手头，所以你去到倒位，你的趁食工具就对你行。
这是犹太人因的学习。所以当咱转来到这，教会教育事实是对犹太人迄个时代对上帝所予因的诫命开始流传出来。当然感谢主，咱的教会这阵细囝是咱将来愿望。咱的教会儿童牧区呢，咱有看见有一阵装备真完整、委身服侍主的这师资群，这老师吼，拢伫因家己的各行各业拢是杰出人士呢。但是礼拜日因甘愿去加落来，陪伴这细囝来成长。咱教会为着要互这细汉囡仔甲父母会当真适合来配合。咱现在第一场有第一场的老师在教细囝，第二场国语堂的时阵，阁有第二场的老师在教细囝。因拢无，甲咱拢无时间差就对啦唔免讲父母就送囡仔来，阁倒转去。你带囡仔来，你来礼拜，有一阵老师在替你照顾，替你培养。第二场嘛同款，搁而且咱的教会有上帝赏赐咱地下室遐尼优良的场所嘛，真安全。搁真安静的场所，咱为着要互这细囡仔有较好的一个造就的环境，这隔音设备啦，逐项拢尽量改美化。咱最近一个月前，咱小可搁甲礼拜地下室，咱的教育中心这教室做真水的装修啦我有翕几张迄阵咧装修的相片，迄阵都开始咧整理原来就是甲一个旧的所在拆起来，搁定整理这是拄咧整理的时阵，这是拄咧做工课的时阵，这是完成图完成图。你会看要讲入去内底，这囡仔色彩，迄个气氛，互这囡仔感觉会安静落来。这是咱教会尽力希望讲投资伫少年人，投资伫细囝，就是咧投资咱家己，咧投资咱的将来。是咧投资上帝国的人才，这唔通用钱几块银伫遐来计算，是看见有偌侪青少年，有偌侪学生受装备、受造就，这才是价值。感谢主，咱看见拄则咱读的两段经节，咱的细囝带咱来读的第一个就是讲旧约申命记的所在记载讲，都爱听上帝。犹太人。在教育是先教捌上帝呢，听上帝，所以伊教会教育的第一个就是听上帝，学习听上帝。要安怎听？伊明明甲咱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新约你的圣经讲，专心、专情、专力。专心就是你想的，专情就是你。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情感，还有专力，就是你的气力，全部爱学习来听上帝。你是讲上帝是抽象的，你要安怎听呢？这就爱学习吧，爱教。要甲囡仔教讲，我咧做啥代志，就咧听上帝；我咧讲这个话是咧听上帝；我养我父母也是咧听上帝；我听我的朋友，听我的这个同学，这是咧听上帝；我听少一个大自然，这是咧听上帝。要安怎把迄个抽象的代志落实伫你生活中间，安怎听上帝？人犹太人是照起工咧做，认真咧做，无打折咧做。那教育的方法是甚物？就是修诫命。修诫命6章60讲，今仔日阮用你所颁布的诫命，你要放伫你的心内啦。唔通听的都对鱼缸边过安尼而且要安怎互这细囝会当真真正正？拢会当记条条，讲了真实际。第6章7节安尼讲，伊讲呐，温群教导恁的儿女，无论伫厝内、伫出外、伫休困、伫工作，拢不断爱温习，不断爱学习这个诫命。所以，请会记得，教会教育、基督教的教育、信仰的教育，请会记得。咱唔是只干今仔日来伫遮坐伫遮开始教，请会记得，咱的父母唔通甲你的责任拢淡掉，讲我有这阵好老师教我稳妥当拜托的，逐工拢爱教，逐工拢爱领受，
逐工拢爱伫你的生活中间来教导你的囝儿，这毋是牧师讲的，这是圣经新约记明明甲咱指导的。所以伊安怎讲？爱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你学习啦。咱知影咱的囡仔吼，要学习一个物件，你爱用迄个图画书，对不对？你爱用迄个教具，你爱用足侪无共款的器具，互因知影讲哦，原来是安尼。啊，既然是安尼，要认捌上帝，要听上帝，伊安尼写讲，恁爱甲恁这个界面啊啦，绑伫手呢，哦，绑到手的哦，啊，可能滴伫头壳遐，两蕊目睭的中，叫做头壳遐，吼，啊，过来呢，写伫你厝里的大门的门徛，啊，你想讲，啊，这物件吼，讲蒙讲啊，敢有影，敢有影，这就是咱。耶稣的大改命的源头啊，伫这个所在，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啊，当你唔通想讲，这是几千年前的改命，大家我下是记伫圣经内吼，记好看，请来看。这是现代犹太人会安尼做，照圣经讲，因照安尼做。伊讲你着要滴伫你的头壳遐，连这个老大人，伊嘛是滴一个圣经的刻啊，放伫伊的头壳遐。因为是讲圣经就安尼讲啊，讲你要滴伫你的头壳遐，哦，连这细囝嘛是滴伫头壳遐，迄是一个圣经的刻啊，当然是一个象征啦吼。头壳遐，过来，这个是一张图，要教讲你要绑伫你的手呢。你看伊绑迄个绑的迄个大吼，啊绑几细拢讲啊真清楚，讲啊真清楚，因为迄个刻啊放伫这个大。手的顶悬大只，吼，你看这就是照安尼绑起个乌大，啊，老人在教细囝，迄个刻啊安怎打，拢真清楚。照圣经，吼，原本原实安尼做，连军人嘛是安尼。迄个犹太人爱做兵，查甫人爱做3档，女的爱做2档。因去做兵的时阵，共款头壳遐绑着一个警车的刻啊。伊的手，伊个手背遮，你看就是一个圣经刻啊，手头绑遮侪线，就是认真在读圣经，连伫即个大炮的头前嘛是咧读圣经。这是因的家庭教育，因感觉足自然。咱讲安尼奇怪，啊哪会安尼？啊死古不化，伊讲安尼，阮就是照起工、照圣经、照教士吼。而且讲啊，放伫门徛，咱若有去犹太人的。社区吼，也是去耶路撒冷参观。你注意看，这犹太人的大门拢会一块铜的物件放伫遐，迄嘛是一个圣经的一个象征就对啦吼。就像伊有写安怎啦？伊写讲，恁爱伫这个界面啊，放伫门框啊，甲大门的顶面门徛吼，啊，这拢是一寡现代化改善的装置就对啦吼。啊，所以咱看犹太人伊遐尼用心，目的是啥物？因就是要甲上帝界面生活化，逐日伫你的生活中间不断地提醒、不断地要求、不断地教导，而且是伫生活中来甲实现的。这是基督教教育一个原理，因为信仰就是生活，圣经就是甲你的生活有关系，毋是一个知识那点，毋是一个学问那点，是真真正正你的生活中间。当然，第二。咱圣经来记载讲，爱学习认捌基督。哥林多前书4章15到16节安尼讲，保罗伊叫这哥林多教会人讲，恁爱专心注意伫正确的教导内底。所以保罗伊伫遮讲吼，伫基督徒的生活中有几万个老师啦。你要伫这个基督徒生活中间，啊，你通听足侪的指导，但是伊讲吼。你唔通听唔对去，因为几万个老师啊，毋过刚有一个老爸。这个上顶是伊讲，我伫基督的内底是你的老爸。伊的意思唔是咧欠权啦，伊是咧讲，我忠实将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分享互恁。可能有真侪人甲恁教，请你记得，恁爱照我所甲恁讲的传承落去。这句话互咱一个提醒哦，提醒你讲，咱咧教囡仔，
咱咧教导这个基督教教育，唔是天花乱坠、凊彩讲想到啥讲到啥，是你真真正正照圣经的做道理，一概唔通有偏差来互这个学习的人得到。所以咱有时会请咱兄弟，你来参加读圣经，参加查考圣经，就是为着要互你唔通四过看、四过听去偏差去。所以教会教育是一种生命传承的关系啦。因为保罗讲，你有真侪人甲恁教知识，但请会记你，我对耶稣基督领受的，恁来对我来传承。讲我甲福音传互你，我伫基督耶稣内面就成做恁的老爸。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责任。就是吼，我既然是老爸，我就袂讲凊彩乌白教囝，我无迄个安尼无负起责任的，我就是要忠实甲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亲像生命囝传爸传囝，囝传孙，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一个忠实的态度，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真无简单。那这个学习是要为着什么？咱教会教育的目的是为着要学习基督，过来讲为着要宣扬福音，为着主来做见证。因为保罗关心这个哥林多教会，所以伫拄则读的经节第16章第4章17节内底，伊讲我特别派提摩太去恁遐。伊惊讲这个哥林多教会兄弟听蒙听东听西一寡有诶无诶教士拢听唔入去，所以叫伊上届听的囝儿，伊属灵的囝儿提摩太讲，我叫伊去甲恁指导，因为咱知影哥林多教会历史嘛，哥林多教会有纷争嘛，哥林多教会有人讲我属阿波罗嘛，我属什么人的教导，因慢慢有点迄个信仰偏差去，所以保罗讲，我要找提摩太到恁遐，所以就是要互这个学习的人来学习基督，来宣扬福音，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讲基督徒的教育，基督徒的教育就是一个生命的学习啦，唔是知识的认知啦，听。所以有人讲我到阮厝读圣经就好啊，这拢是一个家己自我为是的啦。就讲我圣经捌透透，我就知啊，唔是，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包括你要伫教会参与服侍，你要伫教会来甲一个兄弟姊妹所的相处，安怎伫人生的中间，信仰甲脾气、甲个性、甲你的性格，要安怎伫遐来，伫迄个磨合的中间去超出上帝所创造咱的本相，有困难，有跋倒，有软志，有灰心，但是耶稣基督。互你迄个为主受苦的精神，要安怎伫这个艰难的中间去超脱掉？这个拢是伫咱爱伫一个教会生活中间才会当成就的，毋是你关伫厝内讲甲圣经读透透，安尼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若是照旧约圣经伫这个生命记的教导，对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提醒，拢是安尼。所以保罗最后一个上关键的教导是安怎？伊讲16节，所以我劝恁爱学我的模样，学我的模样。兄弟姊妹，咱今日有时看去讲，哎呀，有的学校的老师到尾做到逐项足失败，有的是贪污啊，互人掠去关的啦；有的是拍学生拍到互人死头路的啦。咱就知影讲教育。千万唔能只干那伫知识，若是安尼，就是你也无法当进展到伫一个专人的教育的内面。那既然是安尼，请咱在座的兄弟，特别是做爸爸妈妈做阿公阿嬷，请你唔通讲我家囡仔送去教会，老师甲我教，安就拢会啊。因为这个囡仔唔是伫生活的环境受教导，因是来到教会学校、教会教室，互老师用短1、2点钟的时间，甲应该知的，这个年纪应该知的圣经的财物，甲因讲理念，甲因讲。但是要实践伫倒位呢？实践伫你的厝，
是种伫你的饭桌啊，是种伫你的灶骹，是种伫你日子的生活作息内面。这个基督徒生活才是我的，才是亲像照旧约圣经讲，你要伫生活中、伫出外、伫厝里、伫逐个所在，拢爱学习。若是安尼，今仔日上关键的主日的老师，毋是坐伫遮优秀的老师，是你做父母的，是你做阿公阿嬷的，因为你才是决定你的囡仔信仰有落实、信仰有得到栽培上关键的老师。莫怪犹太人，因互人驱逐，又互人灭国，因互人赶去到伫西伯利亚，赶去到伫迄个俄罗斯，赶去到伫东欧迄种宋向的国家，因的囡仔，逐个人拢对细汉就接受信仰教育，因为每一个老爸老母就是当然的主日的老师，所以因去到倒位，圣经、信仰、规矩、教导、诫命，逐项拢有透透。所以当因伫二次大战了后要复国的时阵吼，一阵看起来是拢无熟悉的人，甚至皮肤无共款的人，突然间倒转去这个巴勒斯坦的所在，竟然无几当变做一个强国。你看一阵吼无熟悉的人做伙呢，因为共款一种理念，对上帝的信念，对上帝的应允，讲恁是上帝国的百姓，恁是上帝的选民。你看这款信仰教育对这阵流浪几千冬的犹太人，这敢是一个新约？这就是一个活活的新约，是一个圣经的启示的印证，唔是真正简简单单、清清彩彩。你讲叫一群人叫来执法看嘛呢？咱知影伫欧洲另外一群人，咱若去佚佗拢爱说字，叫做什么？什么？吉普赛人。吉普赛人吼，伊嘛是亲像犹太人的怎啊散去。但这个犹太人，这群吉普赛人是咧做监溜啊，是伫个社会边缘人，因为因无一个中心的思想，毋是这个人无巧，因为伊无中心的思想，因无一个好的家庭教育，所以你就知影讲，咱做父母的重要性。所以咱最后要讲的是讲。咱这个教会教育组织，伊的重点是讲，咱唔通千万只干那停留伫这细囝，对幼稚园咱好啊教，到国小了，好啊毕业啊，安尼毕业啊，唔免搁教。咱千万都要赶紧破除这款观念。所以我进来的期待是讲，咱的富强教会，若要加做一间健康的教会，咱的教会若要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咱来把这个主日学的这个教育系统，甲伊扩大。我望讲有一日，咱嘛有一个中学生、大学生的主日的教育系统。搁要紧的是一个成人文读培育的这个系统。这也是我顶无偌久咧讲到，我甲谢牧师受邀请搁倒转来咱教会中间两大的使命。一个使命是讲。咱伫这个末日的时代，要怎唤起每一个基督徒，你拢爱有传福音的使命。唔通讲这是牧师的责任，这是遐宣教师的责任，遐中级的责任。这个传福音的责任，拢是伫咱生活中爱实现的。第二个就是讲，咱希望咱教会会当一套完整的文道教育的架构。唔是讲一定有什么物件才会使，是讲咱逐人拢会当通过这套文道教育的架构。第一，我欢喜接受造就，我欢喜受装备，我欢喜受呼召，成做老师，我欢喜成做这个陪伴者。那安尼，咱的教会，咱要甲人讲，咱是一间富国强的教会，咱才会堪切甲人讲，阮就照安尼咧做。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主日学教育到文道的培育，这是一个全人的，对细汉到老大人，大家人拢爱有份的。那是安尼，我真诚恳咧呼吁咱所有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欢喜讲，若假使圣经安尼甲咱教，我若要下圣经的指导，是毋是我
会当游玩真多富强教会整个文道培育系统内面，我是一份子。这一份子可能是我初学，但是我有可能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会当做一个小老师，我会当做一个小组长，我会当成做一个亲像伫犹太人的家庭中间，巨细靡遗，拢无老实，大家人拢受起做。安尼，咱才会当讲，咱是一个专人的教育，咱是一个教会教育的事工。所以，请会记得，教会教育就是文道培育。教会教育唔是干是制度性有形的这个主日咯，安尼来定，咱来扩展咱的培育的事工，培育各项的学习人才，为主的福音来使用。所以，咱若是讲，伫现在教会咧推展世界各国，因咧研究讲现在教会推展呢，什么款的教会的模式架构是上好的教育传统，也是老话一句啦，小组化。因为小组化才会让落实到伫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较有路的所在。啊，咱有领受到一个叫做双轨吼，双轨亲像火车吼，顶礼拜六发生火车变轨，迄个轨道吼，经过一寡专家讲吼，咱的轨道吼根本就无咧进步。啊，内面到底迄个毡木啊有用无？迄个轨道有顺无？啊，咱的车咧买新的，啊，咱的轨道用旧的。当咱的教会有一个双轨，就是通过小组化一个双轨的这个建构的中间呢，第一轨，咱只两个轨道袂使一叠啦。当然现在嘛有单轨吼，迄是另外一种高机。第一条就是文道培育的训练。咱的教会大概目前有两个方向在行，第一就是咱的这个教育组所推荐出来，这个文道培育的必修课程，咱叫做新国的命定吼，这名称有一个定位就对了吼。新国命定的课程，啊，咱这个新国命定的课程，咱的实质内容吼是要咧整理中间，因为咱咧找看什么款的教材，什么款的制度是上下伫咱文道，意思讲。若要讲真做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你拢有经过这套训练，啊，那是一个标准的富强教会的会友，安尼就真正圆满就对啦吼。啊，咱是啥呢？所以最近咱都要配合着去幸福小组吼，啊，咱伫招人信耶稣，啊，这个新的学生嘛吼，不管是几岁，就是新来的一个这个会友，啊，叫做新人嘛，啊，咱新人甲带入来，要咱甲训练做。2当后，成做一个好的，亲像耶稣的门徒，爱有一套课程开始咧研发。啊，咱是咧想讲，咱教会嘛有这款的理解。这个新国明定课程啦，甲这个幸福小组的这手册，因有研发出手册来，迄个教导手册，啊，咱让好好来配合，唔免搁咱家己去另外开发就对啦吼。啊，伊这个训练大概有3阶段吼。那简单来讲，吼。有闲甲咱详细介绍一个叫做专人更新的营会，啊，这是一个圣神的工作，是因为要互这初信的，因可能对圣经嘛无啥认捌哦吼，对耶稣基督上帝的这个属性拢啊无了解，咱先互伊经历讲圣神临到你的时阵，你的生命要着更新，你的信仰毋是一个皮皮啊早的知识，是你亲自经验到。啊，这是咱长老教会较欠的一段啦吼，因为咱长老教会以往较重视听道理，啊，较无迄款祈祷、圣神充满，也是讲方言这方面的体验。啊，事实呢，咱的长老教会这款的历史甲传统，毋是无哦，是拢伫咱的历史的中间。所以咱要互这个初信的人，虽知影讲圣神是甲我三甲地地。上帝是活我的上帝。第二，咱当因经历圣神了后，开始互伊上这个文道学校，啊，差不多第一学期12礼拜，啊，第二学期嘛12礼拜，差不多12礼拜久。啊，咱需要有一阵已经成熟的中级小组长同工，正做这个新来的会友的这个小老师就对了，吼，小老师。啊，
咱嘛期待讲，咱也开始咧推动这套整个的教育中间，可能你已经捌听过，你嘛捌啦。毋过来当做一遍，特别是遮的同工、遮的干部做伙溜一遍，意思讲，遮的物件是视古犹古永新的物件，爱在复习，咱就有一组真好的老师通引带，有遮的新来的朋友，照这个轨道一直行，互伊真顺遂2冬后。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顶下期甲下期拢有伊无共款的要求，甲学习，过来第2部分叫做文都大学。第一段是咧正做装备一个基础的基督徒，第2个文都大学的意思就是要训练你正做干部啊，可能正做幸福小组的同工、副长，也是小组长，也是咱教会各方面的服侍。无共款的领域，各方面的迄个文书服侍团队，拢真做真有信仰、徛在、明白清楚、得救的人。这是咱第1阶段，就一个轨道的第一啦吼。那第2个是啥物呢？第2个轨道是咱的教会生命造就的课程，教会造就生命课程。这个生命课程大概就是咱现在推动的新教育的查经班，咱的主题式的课程，比如讲有的教会因的成人组织都已经真成熟啊，因会开办讲信仰甲经济，基督徒的经济思想是啥物？咱的教会历史是啥物？这拢真侪课程会当，互咱这个无共款的成熟基督徒更较尽心来学习，佫有咱常常主办的专题讲座、特会，比如咱要招一个特殊的讲师来甲咱指导，也是咱带兄弟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来做服饰方面的讲解，这拢是。那更较实际是啥物？就是叫做各项服饰技巧的训练。咱最近咱看见教育组有咧招咱讲，有人要学习迄个键盘的无，有人要学讲鼓的无，有人要学分这个吹奏乐器的无，嘛有咱这个叫做敬拜赞美的训练，圣歌队员要咱训练唱合唱4部，这拢是叫做技巧的训练。若是安尼，兄弟姊妹，请问教会教育敢只干那限制这阵可爱细囝那点？事实是每一个人，你要有准备想讲，我伫真侪福音教会兄弟，我一直拢伫学习的中间，直到我互上帝带去。所以兄弟姊妹，咱2礼拜前拄好，咱来经过这个上年主日吼，咱足侪专家拢讲吼，什么会叫做年老啦？定义年老有一个定义，就是我逐项拢无想要学啊，才是老。所以你若40岁，你拢无想要学物件，你就是老人啊。但是咱的交往者若是100岁，伊还继续咧学物件，伊还是少年家。这意思就是讲，咱基督徒爱一直伫学习的中间。今仔日就加学一项，我就是一个新的人在继续学习。拄则咱有讲。第一轨道有2项吼，2项课程将是基础的文道训练，才有已经有一个资格就对啦。到第2段是各方面的。那第2轨道就是啥物？就是咱的细胞小组的牧养。一间教会去做，若有这2方面，那就足平衡啊。因为细胞小组的牧养内底安怎？咱伫细胞小组内面有关怀，咱伫细胞小组内面要培育领袖，咱伫细胞小组内面。在训练伊传福音，所以兄弟姊妹，请你会记得讲，几个月前，牧师定伫讲台顶讲幸福小组，减少有人感觉边仔有诶无诶，事实这拢是伫咱整个诶架构诶内底，是通过幸福小组咧训练咱兄弟，会晓关怀人，会晓招我诶朋友亲人，有一个管道通入去到伫信仰，入去到伫福音诶内底，然后你讲做一个。掠得到人，亲像得到鱼，亲像比得掠鱼款的快乐。一个基督徒上大的成就，毋是讲伊做到长老，也是做到像我讲做牧师，
这拢毋是，这拢是一个上帝器具啦，定一个基督徒上大要伫上帝面前，互人讲，互上帝讲，你是真正的罗卜，就是你有带人信主无？你有引带人来认捌耶稣无？你有拯救一条灵魂无？啊，这个才是伫上帝头前看作是上重要紧的成就。啊，咱就是要通过小组来进行。所以兄弟姊妹，讲到这要结束，我真期待。伫我节目师服侍这几年中间，咱的教会会当达到这款的远景啦，吼，就是传福音，真做咱每一个基督徒必要，而且是时时咧纪念的讲师。第二是咱的教会，大家人拢有份参与伫这个门徒的培育，真做一个用，佮互主所采用的基督徒。啊，当然通过传福音。会当互上帝国更较开阔，啊，这实际上是咱教会教育上帝要紧、上帝需要的一个目的。